林峰同埋伍允龍等等嘅。今年咧亦都要恭喜晒阿峰啦！林峰咧係第一次嚟到香港電影金像獎嘅頒獎禮，而且咧係角逐最佳男主角嘅。過去一年咧，城寨四子咧係風魔咗萬千嘅影迷啊！除咗頭先講啦，去到日本之外咧，仲登上咗當地嘅雜誌封面啦，係大受歡迎嘅，更加啦掀起咗一輪叉燒飯嘅熱潮啊！因為好多日本影迷睇呢套電影之後咧，都對叉燒飯呢樣食物咧產生咗好濃厚嘅感情同埋興趣啊！亦都係啦，可以話係阿峰喺電影事業上嘅一個大突破。同時有突破嘅咧，亦都包括今日角逐最佳男配角獎項嘅伍允龍啦。咁佢喺《九龍城寨之圍城》入邊嘅角色黃狗咧，就夠晒奸夠晒勁，完全咧好似喺漫畫入邊走出嚟咁啊！不過今日咧，同呢個形象咧就斯文翻好多啦。紅地毯嘅樓梯位繼續俾唔同嘅傳媒朋友同埋攝影師影到幾張靚相嚇。講到擺 pose 同埋要錯啦，相信亦都有啲都難到阿峰啦。頭先已經亮相咗今日會做嘉賓嘅九龍城寨之圍城嘅三子，包括有劉俊謙、胡子彤同埋張文傑咧。頭先已經早一步咧係同大家見咗面啦。相信咧陣間就會同翻阿峰啦，同埋伍允龍等等咧係重聚翻嘅啦。咁啊，九龍城寨三子咧，今日除咗嚟做頒獎嘉賓之外咧，相信一定係撐兄弟，祝賀佢哋咧奪獎成功嘅。值得一提咧，就係九龍城寨之圍城咧，今年獲提名嘅數量咧，同頭先講到嘅我哋有一樣咧係非常之多嘅。九龍城寨之圍城咧，總共獲得14項提名嘅，當中包括有最佳電影啦、最佳導演啦、最佳男主角啦、最佳男配角等等嘅獎項㗎。